一個話題，就係電子垃圾問題。係電子垃圾咧係全球增長得最快嘅電子物品之一，但好多人都未意識到佢嘅危害。你知唔知根據聯合國嘅數據，全球每年產出5000萬噸嘅電子垃圾，相當於4500座買飛機。哇！長過我條命喎！哇！的確係好驚人嘅數字，但係更嚴重嘅係呢堆電子垃圾當中，20%嘅電子垃圾先係被友善咁回收。知唔知電子垃圾當中有好多有害嘅金屬，例如鉛啦、鉛啊，如果亂熱隨便咁抌咗佢哋，又知唔知？佢哋會滲入土壤同埋水源啊，最後咧就俾我哋食翻落肚。Exactly。我哋長期接觸呢啲有害物質，其實會令到我哋身體好大嘅問題，亦都好多風險。就好似你咁樣講，成日你抌嘅嘢總會用一種唔同嘅方式翻返你身邊，估唔到係呢種方式喎。係啊，我都估唔到啊！我又估下全球嘅最大電子垃圾係乜嘢？我估手機，因為我成日都會用手機。好可惜，好可惜。其實手機唔係最大隱憂，手機都只不過係全球最大電子垃圾排喺第二名。你又估下第一名係咩？係你啊，係咪啊？咁俾你估到？其實唔係，其實係電池。因為係咪因為電動車同埋3C 產品嘅普及？係啦，喺上世紀其實我哋大家唔係好點樣用電嘅產品，但係入咗嚟20世紀之後，好多嘅產品都需要電，例如電池等等之類嘅東西。咁喺呢個需求嘅增加之下，佢哋嘅需求量都係大地增加，而佢哋嘅壽命有限，亦都冇辦法重複使用，越嚟越棄置嘅多，越嚟越多呢啲垃圾。睇嚟我個尿袋都係未來嘅垃圾咯。你又知唔知電視機就係排第3嘅電子垃圾咧？因為隨住技術不斷進步，大家都唔滿足自己嘅電視係咁細、咁唔高清，越嚟越多 OLED 或者4K 電視將你嘅舊電視去淘汰。係咩？我屋企仲有個上古嘅電視機喎，應該都可以買得落博物館㗎喎。係啊，但係好大嘅問題就係呢啲大型嘅電子垃圾通常都被以一種好難以回收嘅方式抌咗喺啲電子垃圾場裏邊。哦，所以我哋成日見到有啲國家成為咗電子嘅垃圾場啊，咁樣就會好極大危害對人同埋環境極大危害啊。係啦，所以請大家可唔可以妥善咁處理呢啲電子垃圾？其實面對電子垃圾，我哋都唔係完全冇嘢可以做嘅。我哋例如講下啲簡單方法啦。其實面對購買電子產品嘅情況之下，我哋都可以認真思考下，我哋自己係咪真係有需要買啲電子產品？我哋都可以嘗試用維修或者捐贈嘅方式去減少電子垃圾嘅產出，去延長產品嘅壽命，其實都係一種有效方法啦。而且透過正確嘅方法去回收電子垃圾，亦都可以減少製造危害社會嘅問題，亦都可以好友善咁樣利用呢啲資源去回收啦。係啊，其實好多品牌同埋超級市場都有回收點，人咧我哋只要妥善咁將佢哋回收咧，就唔會將佢哋亂咁棄置，同埋唔好將佢哋擺喺個櫃桶入邊養到啦。電子垃圾問題其實好龐大，但係之後如果出分明，每人做多少少就可以帶嚟改變。係啊，我哋咧而家應該要負責咁樣使用科技啊，唔好將佢哋成為咗垃圾，地球嘅危害啊！係喎，你嗰度有冇手機回收箱啊？我翻去查下，好似有得箱，但係你幫我調查記錄先。